救国团台南市团委会每当中秋拢会办理爱心活动关怀弱势。这次所要关怀对象是位伫咧桂林区的五甲教养院，为了让因感受到中秋佳节气氛，救国团东门中心学习中心由烘焙班老师黄碧莲带领12名学生为医生制造了300粒月饼，让因感受到这份来自社会暖心礼物。救国团台南市团委会在全台南市总共有5个学习中心。那我们学习中心就是在推广终身学习，已经40-50年了。那我们有内容有技艺、才艺、语言还有证照以及所谓的运动课程。那我们在中秋节这个前夕我们有烘焙班的老师跟学友的一个帮忙来制作我们的中秋月饼，希望借由这个节日我们到五甲教养院来关心我们的院童。五甲教养院也由院长王义军出面代表接受这份充满爱的礼物，同时也准备了感谢状，回赠予救国团台南市团委会，感谢因的善心关怀。真的很感谢我们那个救国团台南团委会在中秋节的前夕，然后办一个这样子的关怀活动，来关怀我们这些身心障碍的院生。那也希望这样子的活动，透过像我们团委会这样子抛砖引玉，然后也吸引更多人，然后一起来关怀这些社会上的弱势，这一群就是漫飞天使。救国团在全国各地拢有设立终身学习中心，这些关怀活动就是台南市东门终身学习中心烘焙班师生共同的学习成果甲爱心付出。救国团欢迎社会大众踊跃报名终身学习中心所规划各项课程，不但会当学习在艺，而且还会当做公益。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